镜头转来看国内，最近因为伪造车牌案件是愈来愈多，有民众去报案，讲伊的车牌号码互人偷摕去用，收到真侪违规的罚单，甲国道 ETC 无纳钱的通知。台中市警察局警方因有去抓到一个姓吴嫌犯，嘛追查到伫咧卖假车牌姓陈嫌犯。警方向上溯源追查后，锁定了陈姓卖家与网络贩卖伪造车牌之证据。 经向新北地检院来申请搜索票，在北部地区查获经营网络贩卖车牌之陈姓嫌犯大汉，并在犯嫌的卧室、车辆以及前往超商取货，查获伪造车牌共计26面。 警方表示，这个姓吴嫌犯伫咧网络买伪造的车牌来用，害车牌真正的主人是加真侪条国道 ETC 的销，也佫有真侪张罚单，只好去监理所来换车牌。因为警方嘛有追查到姓陈的嫌犯对中国买假车牌来卖，即马专案是移送予地检署来侦办。